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华山基金会，是专门咧照顾着失灵、失智、甲失去着倚靠的老大人。要过年咯，特别来举办着爱心募款的活动，为这老大人来募集着年菜，在地机关团体甲企业拢来响应。大家为这个阿关妈咧唱歌跳舞，包括草屯店长简景贤加一寡企业家，因响应一摆华山基金会举办的爱心募款的公益活动。特别感谢华山基金会长期以来就是非常的投入，甚至于非常的用心来帮助我们弱势团体，帮助我们的长者。像即摆疫情较无遐严重，华山基金会就邀请这老大人出来行行活动一下。真欢喜啦！哎呀，真欢喜啦！笑得拢无喙齿就有影啦。在每年一份年菜是700元，那这个年礼的部分，我们会在今年过年农历过年前1个礼拜左右送到长辈家。华山基金会就是希望讲，咱的乡亲会使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支持因照顾这老宝贝。